銀行減息後，供樓人士受惠。如果供一層200萬嘅樓，同銀行做70%按揭供20年。如果選擇匯豐嘅按揭組合，實際供樓利息4.25%，減息後每個月供大約12300蚊，比減息之前節省咗200幾蚊。有地產代理認為，連番減息刺激會更多買家入市。喺上一次減息，全港嘅交投量已經增加咗5%，而樓價亦都提高5%至8%。佢預期今次減息後，樓市交投量同樓價都會齊升。如果喺連番減息嘅情況下啦，咁其實有好多市民呢，其實佢哋本身擺喺銀行嘅熱錢呢，嗰個存款利率都拉低咗，咁啊將啲資金搬翻出嚟啦，咁啊投資喺物業市場。咁相對其實由於減息情況啦，咁入市嗰個增長率有幾高呢？對比上月同期啦，都增長咗5%嘅。不過減息之後，銀行存戶就唔係咁開心啦。紅保仔存款利息又再調低，好似匯豐銀行。戶口存款5000至1萬嘅存款利率會調低到0.5厘，1萬至低於15萬幾嘅就會係1.5厘，而15萬以上嘅就會調低到1.75厘。有市民覺得更加應該將啲錢放喺投資方面。我多數攞嚟投資嘅，我唔會擺紅保仔嘅。根據本港一啲大銀行嘅利息計算，減息前市民如果喺戶口有1萬蚊嘅話，存1年就會有175蚊利息，但減咗息之後，利息就得返150蚊啦。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表示，本港利息至少喺短期內仍會偏低，唔排除會有投資者選擇將資金投入股市。佢提醒投資者要注意全球包括香港在內嘅金融市場波動性會較大。佢話冇人可以保證市場會持續向上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陳佩琪報導。